領展相信社區蓬勃，我哋嘅業務先至可以持續發展。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其實係我哋嘅核心價值。過往幾年，我哋透過旗艦慈善項目愛匯聚計劃，支持約30個慈善機構開展社區服務，有超過50萬嘅市民受惠。呢個計劃喺2013年成立，幾年間共捐出2800萬港元，贊助咗64個社區服務項目。舊年更加推出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計劃，仲為佢哋安排友師，支援學生個人成長嘅需要。另外，我哋亦投資咗2億元，用咗6年嘅時間，提升晒150幾個商場嘅無障礙設施，為締造更佳嘅社區環境出一分力。